歡迎返到嚟汀九嘅嘉富海灣，發展商最近加開咗清水版參觀。咁今日呢，即刻第一時間同你再度開箱，我哋先睇睇清水版，最後再睇微調嘅裝修情況。今次我就唔多介紹，希望大家以一個沉醉式欣賞同感受單位。想了解更多，可以睇返我上一條嘅介紹影片。先同你睇清水屋 H。係裝修 I 屋嘅隔離，所以景觀都差唔多。冇咗裝修嘅框架，就可以更加真實咁感受到空間嘅間隔啦。第一層主要都係客廳、一個洗手間、工人房。上到嚟一樓就係廚房、飯廳、一個房間同一個洗手間。二樓呢，就係主人套房啦，有露台、衣帽間。咁另外一間套房。再上就係天台啦，咁無論係裝修定清水，只要行上天台，始終都係汀九嘅靈魂。睇完清水屋之後，我哋而家就行過隔籬睇一睇微調之後嘅裝修單位，而家係咩情況？
嘉庫可灣經歷咗10年嘅沉澱，呢個雙橋海景依然最令人沉醉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記得 CSL 我頻道。如果想親臨參觀，記得 WhatsApp 我預約啦。我哋下次見。